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係劉仲志。為咗紀念中國銀行成立100週年，中國銀行咧就發行咗100蚊面值嘅紀念鈔，今次係真正意義上嘅紀念鈔啦。咁為咗避免好似上次龍鈔排隊出現一啲亂象嘅問題，今次嘅紀念鈔咧係採取網上預訂嘅方式。正面是橘色的中航大廈，背面是綠色豎版水墨荷花，一張票面兩種顏色，這張就是中銀100年澳門元紀念鈔。下午的發行儀式上，就連見多識廣的嘉賓也是愛不釋手，拿起放大鏡仔細研究研究。該鈔的面額為澳門幣100元，可流通，發行量為300萬張。這次可是真正的紀念鈔，一張面值100元的鈔票，溢價賣到150元。不過全程徹夜排隊瘋搶的情況會不會再次上演？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經理葉一新就說，已經吸取了龍鈔發行的教訓，這次就採用網上預訂的方式。所以每個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一次性訂購2張。即排隊就買唔到？就沒有排隊的這樣的一種銷售的方式了。市民可以在2月10號到29號以及6月1號到10號進行網上預訂，而從3月1號一直到8月的31號，全程26間支行可以提供300位客戶來領取鈔票。不過澳門大約只有55萬人口，充其量留給市民的也只有100萬多張，那剩下的200萬張要如何流通呢？就是其餘的都是留來中銀自己來留用的，是不是？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那麼其他呢？因為中國銀行呢向政府申請呢，就是用於紀念中國銀行100週年，也是紀念品來用的。就是說，中國銀行自己留用的，作為紀念品100週年留用的，也是按照這個溢價來留用的。葉一新沒有把話說死，只說未來會視乎第一階段訂購的情況，再決定剩餘的紀念鈔是不是再擴大銷售範圍。不過他強調，收益所得會全部捐給慈善。歡迎今日光臨澳門萬象嘅嘉賓，澳門30行動聯盟嘅湯榮耀理事長嚇，歡迎湯生嚇，一齊關注下呢個紀念鈔嘅問題。不過今次咧，中行100週年嘅100蚊面值嘅鈔票係真正意義上嘅紀念鈔，即係同之前我哋講開嘅龍鈔係唔同嘅嚇。係啦，咁其實今次紀念鈔啦，咁其實都係類似翻上次奧運紀念鈔嘅方法，都係澳門居民啦，要用自己嘅身份證號碼上網登記嘅。咁亦都係其實就叫做即係同翻龍鈔咧就唔同啦。咁其實咧本身呢個龍鈔咧佢包括佢自己定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紀念鈔嚟嘅。佢只係原意就只係當一個叫做正常嘅一個即係重新印啲新嘅銀紙，就每年都發行一大堆嘅數量，就係叫做一個正常係市面流通嘅。咁講翻紀念鈔先啦。咁其實我哋都要睇翻啦。咁其實除咗澳門自己會發行之外咧，咁香港都會有個。咁加上即係內地嘅，即係叫做3地都會發行一啲相關嘅，即係中行100週年紀念嘅一啲嘢。咁有郵票啦，同埋咁內地就有一個郵票啦，同埋一個熊貓嘅金銀幣嘅。咁其實咧，我諗如果咧，即係如果有藏家佢可以將5樣嘢都收藏埋一齊嘅話咧，咁其實個價值都會即係幾可觀嘅。希望大家收藏嘅時候就冇盲目去排隊啊嚇。咁即係好似之前龍鈔出現啲亂象嘅話，即係會影響到銀行正常業務嘅辦理，咁就唔多掂啦嚇。係啦，咁所以咧，所以佢都見到佢係用翻一個叫做網上預訂購嘅方式啦。每次有呢啲收藏紀念幣啊，或者係呢啲藏品出現嘅時候，都會吸引好多嘅藏家或者買家嚇。當然有啲人係即係可能攞嚟專門嚟炒作，或者係揾一啲所謂嘅商機啦。因為喺報紙度咧，其實亦都有啲廣告寫住高價回收龍鈔啊、高價回收紀念幣啊咁樣嘅一啲廣告嘅嚇。咁其實我諗即係都係近年先會比較興呢樣嘢啦。咁主要都係因為內地嗰個收藏品市場亦都係比較火熱啦。咁其實咧，我哋除咗講緊呢個龍鈔之外咧，其實一啲可能澳門嘅一啲舊版嘅鈔票啦，其實咧即係可能喺澳門本地咧，可能佢炒賣嘅情況係冇出現嘅喎。但係咧，因為你知道啦，澳門係即係其實佢只係一個好細規模嘅一個地方啫嘛。咁咧佢又有好多嘅一啲自己嘅一啲郵票啊，
紀念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佢所謂即使佢普通嘅鈔票都好啦。咁對比翻成個中國內地嘅一啲收藏品市場嚟講咧，咁其實佢個數目係好少嘅啫喎。再加上你知澳門政府即係佢有時佢做一啲嘅嗰啲紀念幣嗰啲咧，佢個設計都比較精美。咁咧就係對於內地嗰個叫做收藏品市場上邊嚟講咧，咁澳門嘅即係哪怕係每一樣即係一啲郵票或者一個普通嘅一啲舊版鈔票都好咧，佢都係有一個價值嘅，因為內地佢嗰個收藏品嘅市場實在太巨大啦。加上呢排即係所謂嘅近年咧經濟亦都起飛啦，中國內地咁啲人對於呢樣收藏品嘅嗰個需求亦都大增咯。咁再加上咁佢哋有陣時會有個目的就係希望我哋係希望係可以儲齊晒叫做中港澳三地嘅一啲嘅可能郵票啊，或者係鈔票係啦。咁佢係即係就係一個會當係一個整體咁樣一 set 嘢咁樣就去係進行一個收藏咯。咁個價值係更加會提高到咯。加上澳門啦，啱啱都講到嘅數量係特別少，印刷亦都係比較精美嘅，咁令到更加有價有市咯。你尤其你睇翻拱北地下商場咧，好多地方都棟起個牌收購龍鈔或者高價收龍鈔咁樣嘅嚇，即係其實證明係有好大嘅龐大嘅收藏品市場。因為內地一啲收藏嘅朋友都同我講，佢話即係如果收翻嚟嘅話，內地因為佢嗰個收藏品市場比較龐大，對於澳門嘅比較感興趣，加上本身個量唔係好大嘅話，佢哋就會相信係有一定嘅商機喺度㗎嚇。咁就好似有一啲好多內地朋友對於澳門嘅舊鈔票又好啊，龍鈔好係好有興趣，因為好少見啊，一啲內地銀行都冇呢啲鈔票換㗎嘛。有一次我出差嘅時候去北京啊，搭的士，跟住咧埋單嘅時候攞銀包出嚟，跟住佢就見到我入面嗰張10蚊普通紙，佢就嗰啲咩錢嚟㗎？咁我話澳門幣，跟住佢話未見過，送一張俾佢得唔得？我送一張俾佢。其實佢即係跟住佢就當然佢都有扣翻我10蚊嘅車資，跟住我話使唔使補水啊？跟住佢話唔使啦，咁因為未見過呢啲錢啊嚇，好有新鮮感咯，係證明呢一點嚇。好啦，咁其實即係澳門佢即係個地方咁細啦，咁其實你話就算對於呢啲咁嘅內地嘅炒賣嘅一啲行為咧，其實都比較難規管咯，因為畢竟啦，始終即係嗰啲銀紙啊咁樣或者銀幣，佢一出咗境之後咧。咁就佢已經翻咗內地啦，咁即係自然咁既然啲人佢願意出錢去買嘅話，咁其實佢原本就係有一個叫做流通嘅一個叫做鈔票啦，咁佢入咗之後，佢已經變成一個紀念品啦。咁即係咁嗰啲人會開價啦，咁就會去收購。咁其實呢樣嘢其實比較難阻止。你諗下，其實對比翻成個中國內地，澳門就只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城鎮咁樣咯。其實嗰個收藏品嘅市場比較大，即係有價有市啊！而家網上預訂呢一個100蚊嘅荷花面即係圖案嘅呢個100蚊紀念鈔，其實幾精美咧。睇翻下，咁其實而家已經賣到150蚊，即係都仲未有正式出，都可以賣高價。以後可能價錢即係價值方面都比較有潛力啦嚇。咁其實嗰個價格，即係佢當然啦，佢即係佢本身面值係100蚊啦，咁即係佢以一個叫做即係金融體系入邊，佢就值100蚊嘅。但係當然啦，咁其實因為我都睇翻新聞，咁佢話150蚊嘅，咁佢會扣除成本咧，咁其實可能剩低一啲係叫做即係翻去慈善，即係攞個慈善嘅一個基金作用途嘅。咁佢即係你當其實你或者你咁樣睇咯，你當係其實就係即係中銀啊，佢今次就唔係淨係印銀紙，佢就等於當係自己一個係即係一個機構咁樣，佢就自己出產自己嘅一啲紀念品咁樣咯，咁咪都販賣。咁咪即係叫做就收翻一啲慈善嘅用途咁樣咯。係啦，咁今次咧係網上預訂，即係為咗係避免出現一啲之前排隊龍鈔嘅一啲亂象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其實亦都係分2個梯次，分2次咧係進行呢個網上嘅預售嘅。咁2次就可以分流咯。咁即係更加即係當然啦。咁網上報名啦，咁可能即係最多即係塞極都可能塞嗰個網路速度咁樣啫。咁就算但係登記完之後，啲人都會即係佢會希望可以早啲去攞到啦咁樣。可能佢登記完之後，哇咁到時候到佢去攞嘅時候，咁可能哇有一班人又會走過去銀行嗰度，可能又會造成即係一個秩序上又可能會出現啲混亂。咁就分咗2批。咁你第一次唔得嘅話，仲有下一次喎，咁就可以即係減低咗嗰個混亂嘅程度咯。但係咧，如果係講翻其實龍鈔嗰個問題咧，咁其實即係我哋之前咧都有睇過，咁可能即係佢冇呢個網上登記啊嘛。咁佢可能只係即係或者喺銀行嘅內部，佢當佢可能只係一個即係唔會話好特別去即係 mark 數咁樣。但係都聽講有人咧話佢可以成沓咁樣拎出去炒賣，好大沓係連號嘅添，仲要即係咁相信即係我都希望啦。今次紀念鈔嘅話，佢嘅規矩上邊咧就可能會嚴格啲，再規範啲，係規範啲就可以希望可以杜絕咗呢啲問題咯。即係我哋近排咧發覺有一個
字眼叫排隊啦嚇，我哋講排隊啦，因為之前咧內地一啲城市開始售賣呢個 iPhone 手機嘅時候，亦都係漏夜排隊嘅嚇，吸引咗好多人排隊，甚至排幾個通宵去排，為咗買部咁嘅手機。跟住咧好啦，咁有啲地方發行呢個紀念品嘅時候，好似假如係水晶麻雀啦嚇，因為香港之前試過，又係好多人排隊，或者啲限量版嘅飾物咁樣啦。係啦，冇錯，或者限量版嘅一啲佢哋收藏嘅藏品啊，可能即係一啲書展當中派發嘅一啲嘅紀念品啊，或者一啲cosplay 嘅嗰啲嘢咁嘅嘢，都有人排隊嚇。即係排隊嘅文化，好似我哋都係覺得幾有趣嘅喎，研究起身嚇。咁其實澳門即係好多陣時都講到啦，即係當然啦澳門嘅排隊文化好似都唔係好興啦，以前咁不過你依家咁可能啦，主要因為比較多可能一啲遊客啊，或者一啲自由行啊，咁樣多咗人嚟到啦，咁我哋可能慢慢都開始要即係叫做習慣翻呢個排隊嘅文化咯。咁亦都講到啦，咁你話要澳門話排紀念品，其實我印象之中咧，其實都話真係要排嘅喎，即係書展咩動漫嗰啲，其實澳門就好似以前係冇咁多呢樣嘢咯。不過可能今日即係啱啱都講到，可能又即係引入咗多啲競爭喎。有時可能啲香港嘅人咧，佢知道澳門可能都發售某一啲限量版嘅，冇咁多人排隊喎，冇咁多人過嚟排，好多人嚟到，即係呢個區域合作啦，咁亦都係即係澳門一日少人又少咁樣，佢又有呢個咁嘅優勢，但慢慢大家都可能識得去用呢一個方法，咁香港啲人又過嚟，咁內地啲人又過嚟，咁可能慢慢令到澳門個排隊文化，即係或者排一啲紀念品嘅，其實都即係個排隊文化都慢慢要興起翻。咁排隊當中咧，亦都有一種係專門攞嚟炒賣啊，追求呢個高額嘅利潤嘅。第二方面嘅人可能真係有興趣，自己愛嚟收藏咁樣嘅嚇。係啦，咁有關於收藏紀念品嘅相關話題，稍後翻嚟繼續關注。這裡棲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我們守護着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投入、體味，傳承一種生活的文化。它的名字叫莊園，華發生態莊園。關注全球熱點，始終站在新聞最前線，堅守獨立觀點，不斷搜尋新聞背後的新聞。每天晚上8點，敬請關注澳亞新聞。国内外最新动态，两岸四地热点报道，社会万象，财经脉动。每天30分钟午间报道，带您浏览全球视野。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情，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脉。敬请锁定《走进台湾》，探索澳门，包罗万象，解读施政，直击民生，关注新鲜事，为小市民发声。独到风格，开拓您的视野，争锋对话，焦点事件，尽在澳门万象。回溯历史瞬间，揭开尘封档案，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澳亚卫视重磅推出《大历史一角》，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一个神秘宝盒，引来各方高手蠢蠢欲动。一道大内密令，少林武僧纵横西域，斩妖除魔。多少好男儿，一身少林魂，明星荟萃，惊心动魄。亚洲首播剧场，每周6日21点30分，《少林寺传奇之大漠英豪》，为您揭开少林功夫的千古传奇。
廣告之後繼續鎖定澳門萬象，我係劉總志。中國銀行為咗紀念成立100週年，係會喺網上發行呢個100蚊面值嘅紀念鈔啦，非常之精美啊，吸引咗好多嘅呢個收藏愛好者喺網上預訂嘅。咁但係咧喺網上仲未預訂開始，亦都有市民咧去咗中行門口排隊嘅喎。一大清早，永寧廣場的中國銀行門口已經聚集了幾十位市民。2月5號是中國銀行100週年的紀念日，這些緊跟時事的大嬸和阿婆才過了一天就去排紀念鈔了。今日乜嘢都冇嘅，你需要睇下報紙知道啦。以為有賣都賣曬㗎。預測失誤，市民撲了個空。不過一些貨幣收購點早就聞風而動，不惜在報紙買版面，高價收購這張紀念鈔。新紀念鈔還沒發行，不過早前全城哄搶的龍鈔仍然是有價有市。現在拱北地價的龍鈔已經炒到了6倍身價，而在澳門卻仍然難覓龍影。對於早前坊間質疑部分鈔票被銀行內部認購了去，中銀澳門也作出回應。坊間傳言說，這個中行的員工可以內部認購1000元，有沒有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事情，我們的員工，因為我說過了，龍鈔跟這個紀念鈔是不同，龍鈔是一個正常的流通貨幣，所以因為炒民把它炒成一個所謂一個這麼樣一個炒品了，對吧？它本來就是這個正常的一個10元券的流通鈔票，而對於目前已經兌換出多少龍鈔，葉欣表示屬於商業秘密，要保密。所以每次咧，我哋銀行發行呢啲比較精美嘅，無論係紀念鈔又好，或者真係紀念幣都好啦嚇，咁啊即係會吸引好多人排隊。但係好多排隊嘅人咧，其實佢哋係為咗追求一個利潤，因為咧攞到手之後咧，翻去呢個內地即時可以轉賣咧，就係有個利潤嘅，可以有一個唔錯嘅佢哋嘅所謂嘅回報㗎嚇，所以先會有好多人排隊，因為喺網上預訂，但係銀行門前都有人排隊，好盲目咁去跟風咯嚇。咁其實我都見到咧，即係尋日嘅嗰啲銀行佢都貼咗個通告，寫明即係本分行沒有紀念鈔或者龍鈔兌換嘅，即係佢都要貼晒 memo 咁樣。即係我即係都真係有人排隊添啦，甚至乎即係我覺得其實佢都好犀利，都收到消息嘅喎，佢哋即係有唔知邊度收到個消息，或者知道今日發行都特登走去係啦，都特登走去問一問排一排睇下有冇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背後其實都可能有啲。即係有一啲嘅炒家啦，咁樣即係佢去叫操控啦。即係我哋唔希望好似之前龍鈔嘅情況出現，就影響埋正常業務嘅辦理，咁就冇乜必要啦嚇。係咧，咁啊同埋我都發覺咧，原來仲有一樣叫即係中銀嗰個利是卡喎。咁其實佢發行量都好少㗎啦，但係其實佢又唔係一啲鈔票啊，又唔係一啲即係紀念鈔，但係我發覺佢原來佢嗰個叫做即係賣出去嘅速度都好快咯。即係我諗其實即係正常講，你一般市民唔會留意到話呢樣嘢都有價值㗎嘛，但係佢又竟然係有人去一次大手買晒佢咯。咁其實都即係都比較特別㗎咯，我覺得。即係呢都幾值得去即係睇下，即係銀行方面其實都係咪可以去叫做控制一下，避免咁多呢啲情況咧？即係可能令到啲真係有需要嘅人，佢又用唔到、買唔到咁樣咯。透過呢啲收藏排隊嘅一個現象啦嚇，我哋真係可以睇出嘅信息，究竟係而家人係即係富有咗啦，咁啊攞嚟做一個投資嘅工具啊，或者愛好啊，定係話好多人係為咗利用呢個咁嘅炒機而揾翻一筆咧咁嚇？咁我相信咧，即係你真係收藏嘅人都多嘅。不過當然你話你諗下，佢其實佢10蚊換翻10蚊，無論點，即係呢個係一個唔會蝕本嘅生意嚟㗎嘛。即係佢就算換翻10蚊，我去到最後我都用翻10蚊嚟用。咁加上佢發行量大，個機會即係大家可以參與呢個叫做揾快錢嘅機會又多咗啦。咁所以先至會變成一個即係咁多人參與，甚至乎可能會出現一啲混亂咯。咁即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始終對於即係一般嘅人嚟講，你話如果能夠用一個咁低排隊嘅成本，咁就可以賺翻一筆的話，咁所以其實都對好多人嚟講都有吸引力咯。但係而家龍鈔嚟講，其實即係當局都解釋過，從頭到尾都冇話過呢一個龍鈔係所謂嘅紀念鈔。第二，呢個龍鈔發行量非常之大，亦都係流通貨幣，所以其實如果炒賣嘅話咧，就冇乜必要炒賣啦嚇。其實有冇必要炒賣？即係呢樣真係好難講嘅。咁你諗下，就算一張銀紙啊，佢嘅 number 靚啲，佢又可以賣貴，可能佢都可以流入呢個收藏品市場，變成另一種商品嘅咯喎。咁即係當然啦，其實我都覺得係好有趣嘅啦。即係
當然啦，即係本身就連佢自己發鈔嘅銀行以及即係監管佢嘅政府都話呢個只係一個普通嘅銀紙嚟嘅啫，佢只係一個係咁啱印咗個龍嘅公仔上去嘅啫，即係同大家講佢唔係紀念鈔。但係呢個市場你控制唔到，亦都話啦，啱啱都有講到啦，因為澳門呢個咁細嘅地方嘅一個咁嘅政府，佢點樣去影響呢個其他地區嘅人對於呢一張銀紙嘅嗰個叫追求咧，其實真係好難控制嘅咯。所以喺收藏品市場嚟講咧，從某種程度係商品社會嚟講，有價有市，咁啊就會成交啦嚇。咁啊你中意你情我願，咁又有人買啦。所以變咗係有市場咯，同埋尤其喺內地方面，即係收藏愛好者比較多嚇。你計翻條數好襟計，所以其實佢肯定有個巨大嘅市場。但收藏咧，我哋並不反對，就希望就唔好出現啲搶購或者係秩序混亂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其實政府啦，即係都可以考慮起，即係其實經過呢次事件之後啦，咁其實都考慮下可以用翻一啲叫做補救嘅措施啊，即係例如我哋將來我哋點樣去咗一個通報機制啊。又或者可能點樣係，即係或者基本上可能壓制嗰啲所謂嘅現場或即刻交收嗰啲炒風咁樣咯。即係或者可以盡量做即係可以消委會咧，咁亦都可以考慮一下，睇下有咩方式嘅可以避免咗呢種咁嘅混亂出現咯。不過當然你話成個大嘅呢個咁嘅即係中國內地市場可能真係控制唔到啦，但係可能有啲譬如可能通報機制，即係可能發信息嘅，又或者係佢可能嗰個叫做通知嘅嗰個方法啦，可以點樣快速啲、準確啲咧，即係避免咁多謠言傳嚟傳去。即係我覺得政府其實即係經今次事件都可以叫做學習一下啦。其實今次通過網上嚟預訂100蚊面值嘅呢個荷花圖案嘅紀念鈔，其實今次好明顯就證明到係吸取咗上次龍鈔嘅經驗啦嚇，咁啊變咗係規範啲啦，同埋即係保證到澳門居民係可以每人預訂到2張咁樣嘅嚇。係咯，咁就澳門居民，即係佢一定係澳門居民先可以預訂噶嘛。咁其實已經係避免咗有好多，即係諗下，如果一個澳門假如我自己攞2張啦，咁就算有炒家嚟問我攞的話咧，你都係只有2張啫。我只有2張，咁我要自己收藏啊嘛，咁可能就會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好嘅，就可能叫減低咗嗰個炒賣嘅風氣咧。但係你知道市場呢，好難講嘅，可能就係正因為可以排隊買嘅人係得咁少。而且即係每人只係得2張，可能會令到佢嗰個價炒得更加高都唔定咯。不過當然啦，紀念鈔其實就已經真係一個叫做收藏品嘅市場啦。咁到時嗰啲就其實佢點樣流通嘅，實相信其實都即係相對會比較好啲咯。就好似你睇翻中國銀行喺清朝嘅時候發行嘅一啲10蚊嘅面額嘅鈔票，而家都過百萬嘅，或者係更加耐啲嘅年代，即係嗰陣時100年前嘅一個紀念幣咧，佢個價錢先會去到比較高嘅價值咯嚇。咁所以即係而家嗰個你諗住短炒嘅話，可能嗰個利潤機會就唔係好大啦嚇。不過其實咧，咁不過如果真係要等咁耐嘅，可能又未必即係你知啦，好多人都冇呢個耐性去等咁耐嘅啦。咁你即係擺咁耐嘅，可能成即係幾廿年或者到100年，咁其實佢已經定一個古董咯。即係其實每一樣嘢咧，即係佢只要即係擺得耐嘅話，即係佢經過幾個年代咁樣，甚至乎可能跨朝代的話咁樣，其實佢本身都即係個價值都即係都會提升咗嘅咯。你而家發覺咧有個即係現象就係好似任何嘢咧同紀念有關嘅嘢咧，就會好多人去排隊咁興趣排隊去買啊去追嘅。好似一啲商鋪啦，佢就會收購乜乜，收購乜乜，嗰個商品永遠係有市場嘅嚇，即係有市場就會有人去跟啊嘛，因為佢背後有個利益鏈條喺度嚇。咁都要其實睇翻嗰個即係成個社會啦，咁基本上佢經濟都係向好嘅，咁即係而且基本即係都好穩定嘅啦。咁即係大家先至有呢個所謂嘅閒情逸致去做呢啲收藏咯。如果你即係食飯都食唔飽嘅話，可能米最貴啦。你俾張龍鈔你即時又買個麵包嚟食咗佢啦嚇，就唔會去追啦嘛。咁所以其實睇翻無論係咩銀行紀念鈔又好，或者係乜嘢紀念嘅商品都好啦嚇，仍然係好多人排隊而家，即係變咗呢個排隊文化咧，係我哋上一節都有傾到呢個排隊嘅文化嚇，係一個社會現象咯，可以仔細咁了解下，去傾下嘅嚇。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真係真心即係中意呢啲嘢嘅，咁其實去排隊，咁即係叫買到自己嘅心頭好，咁當然係最好啦。即係或者係自己收藏，咁即係始終即係佢呢啲嘢本身都有啲藝術價值啦。咁嗱佢自己本身你話即係佢一定有佢自己嘅一個，即係譬如話紀念鈔佢本身都有自己一個面值嚟嘅。咁其實即係當你當喺一個欣賞角度、收藏角度，其實你自己為咗呢樣嘢去排隊付出啲時間咁樣，話你拎翻嚟可以當一個藝術品欣賞，其實
即係話當係裝飾啊嘛，都好啊，咁樣擺相架或擺喺屋企嘅當個裝飾都唔錯嘅。咁睇翻香港港幣，其實佢1000蚊面額嘅鈔票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嘅嗰個圖案嘅變化啦，好多版本。但係點解冇咁多人收藏咧？因為一啲內地藏家就同我講，佢話因為成本大，1000蚊一張紙，你再買幾多張100蚊連號咁變咗幾多錢啊？係嘛？但係澳門嘅貨幣，佢如果係好似100蚊嘅又精美啦，佢面額又唔係好大，咁啊可能即係佢市場方面入手比較容易啲咯。咁嚟講，講一港幣其實即係佢中銀8週年咧，佢香港嗰邊都會有推出噶嘛。咁發其實如果佢嗰個量咧都少喎，跟住即係我覺得今次可能係比較少見啦。你通常香港即係照計人口基數應該係多過澳門噶嘛。但係佢今次發行嘅套，澳門仲多過佢。係啦，澳門就多啲啦。即係以正常嚟講，即係當然對比翻比例嚟講，澳門就梗係多啦。咁其實當然啦，可能今次香港嗰個咧，亦都會有一班人就走去爭都唔定咯。佢就係一樣係要一個香港居民身份證。就係網上登記咁樣，不過佢嗰個份數係更加少，同埋佢即係佢款式亦都比較多喎。即係佢咧就叫做單鈔1張咁樣啦，咁亦都有3年張啦，亦都有30年張嘅，咁個款式係比較多啊咁樣，咁我都可能都應該引起一啲藏家嘅興趣，咁可能亦都到時可能又會轉戰香港都唔定咯。係啦，多謝湯生嚇，係希望大家即係今次嘅100蚊面值嘅紀念鈔，大家可以喺2月份喺網上預訂，留意翻相關信息，理性收藏啦嚇。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再會。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